のデジタル映像を上映できる映画館も徐々に増え、フィルムに追いつかないと言われ上映できない映画館がたくさんあったのです。那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一些电影院的话，只能用胶卷的方式来。建国科大，一番。因为那个现在的世界也不是那么和平嘛，那应该是世界的好多人都喜欢这个动漫，那他身为一个动画师，希望给大家介绍一下动画的和平性，然后希望让大家感觉这个世界的和平的重要性。今天要教的是因为那个日本的动画的历史已经有超过50年以上了，所以他现在来建国科技大学给学生们介绍一下日本的动画师的以前的工作的内容态度还有贡献，还有各个数位化的内容还有课题。那现在先介绍的是数位化的变迁的内容，过一下还要一边画画一边介绍一下动画画画的技巧知识。那希望学生们通过这次的机会他们针对了画画有更好的信心。希望他们继续画画。设计学院呢有多个系呢，都是跟动漫相关，做这个美的方面的这种创作，所以我们请了日本的那个知名的这个动画家小山公村来我们学校做一个演讲，来把他的那个秘籍呢公开给大家那教导我们新的这个下一代，可以呢在国际上也得到发热的机会。我们想说，把这个讯息呢传达给我们高中的这个学生，因为高中学生也有很多人对这方面有兴趣，那所以呢，我们一起呢把附近的这个高中的学生呢一起拉过来，然后我们办一个比较大的会场，那也让他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世界级的一个动画家来做近距离的这种互动的机会。画线稿了。最初はかなり大掛かりな。好像需要现在休息一下了。看这里，看这个角度，看这角度。一个黑幕18年后的。